民數記第2章。耶和華曉諭摩西、亞倫說：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屬下，在本族的旗號那裏，對着會幕的四圍安營。在東邊向日出之地，照着軍隊安營的是猶大營的族，有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作猶大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74600名。挨着他安營的是以薩迦支派，有蘇押的兒子拿坦業作以薩迦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54400名。又有西布倫支派，希倫的兒子以利押作西布倫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57400名。凡屬猶大營按着軍隊被數的共有186400名，要作第一隊往前行。在南邊按着軍隊是流便營的族，有士丟爾的兒子以利宿作流便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46500名。挨着他安營的是西緬支派，蘇利沙代的兒子示路篾作西緬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59300名。又有迦得支派，丟爾的兒子以利亞撒作迦得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45650名。凡屬流便營按着軍隊被數的共有151450名，要作第二隊往前行。隨後會幕要往前行，有利未營在諸營中間，他們怎樣安營，就怎樣往前行，各按本位，各歸本族。在西邊按着軍隊是以法蓮營的族，亞米忽的兒子以利沙瑪作以法蓮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40500名。挨着他的是瑪拿西支派，比大叔的兒子迦瑪列作瑪拿西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32200名。又有便雅憫支派，基多尼的兒子亞比旦作便雅憫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35400名。凡屬以法蓮營按着軍隊被數的共有108100名，要作第三隊往前行。在北邊按着軍隊是但營的族，亞米沙代的兒子亞希爾謝作但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62700名。挨着他安營的是亞設支派，俄蘭的兒子帕結作亞設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41500名。又有拿弗他利支派，以南的兒子亞希拉作拿弗他利人的首領。他軍隊被數的共有53400名。凡但營被數的共有157,600名，要歸本族作末隊往前行。這些以色列人照他們的宗族，按他們的軍隊，在諸營中被數的共有603550名。唯獨利未人沒有數在以色列人中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以色列人就這樣行，各人照他們的家室、宗族歸於本族，安營起行，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